但是不的，我就年纪大的下册当三些下脚吧，天当年纪不如了呀，这把卡的要的是低过的。听我身边个兄弟呢，现在啊个年纪下的接下来了不就吃个药嘛嘞？嗯，年纪下的现在生活的钱啊个错啊怎么些没用吧？但这个西了的这边，西了个错的这边个面对什么这一趟，让那就没够螳螂个嘴巴去掐的药了吧？车上常常年纪下的当啊，最基础拿落来呀，这还是说运动线的下去。嘴巴卡些的农药给人个要的，别瞎下边呢，现在上些钱啊啥的，到年纪你农药给人个要的，上些啥的做现个动员了呀，推囊个草啊些啊的了呀，上些时候吧，现在呀，所说的推别个这地图个草啊全部得了呀，啊，俺说个这个电卡得了呀，对不起，得了呀，那上些时候吧。第三些计划个了呀，他的年度就下次计啊的，胖身计啊的，让他们前头个三百等这样用死个的，是吧？到那几三些啥的做，爱挑那个东爱草土个路上上了，等这个从哪路去来的哇？现在呀，三些啥的了呀，然后还说这三些啥的了呀，忽然开学了就开了是呢。三线前面个了呀，让的现的卡卡一边，那当这个汤呢，俺那眼看了下次几个月的啥都这个，听这个那把都就用的要了吧？他呢，这三线前啥的了样，人你桥段子么这个当，俺那现的啷个不如了呀？看到养他也不如，听这个那把这个人性调用过来。你呢，年纪啥的在这走嘛的，年纪我呢就改为呢。你考了啥了？真正这个什么东西吃药嘛的，身边个东爱的，让给娘不得不吃吃，让给娘不得不了呀，带钱呢，说让给娘不得不带呢，呃，那真正这个大家这个马到别个，那就你考了啥了？第一个什么都买不起，嗯，当然是现给东爱的，让给娘不得不打不赢呢，带来抢先给药嘛。他那些个年纪小的这解释的啊，所说的概念，并且都不听这个米语切杂吧，没吧？什么叫他们家来呀？娘不打呀，都不听这就样的多啊。听这印度啥呢？朝鲜的馅饼呢？还上他的缺出个哪了？汤不太不松，天天稀的不松，天天年纪松松啊。现在上台北的稀的不等这边也得不这当年纪还是台北结台北结完了呀？还是嗯。这是怎么着？台北也把它点呢，就西边加油对不起，是吧？啊，当然呢，西边也把它点呢，你是加油对不起。这个让我做当这样的多啊，但么是第一个了，忙不些啊，都得修毛去了吧？到呢，这个提前一年级当点钟个到你个不如了，卡车头那边，这他们什么绝对不对？把这塞不起来下，来是，但第一个的，搞的啥？啊，就那么远，至少那了就年纪小的这样，三线线吧，这天上线了，过年说话啊，听着没有？年纪小的三线线吧，那不都就也不对，嗯，也但这些人都呃，这个这里下边这个没多少。